Hello，大家好啊，一排冇見。咦，點解粉紅色妹妹咁怕醜嘅？湖背站地鐵站 A 出口啊，咁啊轉個圈呢，就係我哋嘅目的地啦。行至少少就係我哋今日要到嘅奇玉湯泉啦。入到嚟呢，就感覺係個大場嘅感覺啊。呢條樓梯感覺好似行緊上去天堂咯。呢邊夠新啊，你睇啲 locker 全部都好新淨啊。毛巾擺到整整齊齊啊！排骨啊，最中意咧就係呢個浴室啦。你睇，其實係三邊可以落水位噶，沐浴露、洗頭水、護髮素，基本嘢都有。最有驚喜咧，都係呢邊嘅水池啦，冷暖都有。相比起其他場咧，呢個算幾有睇頭噶啦。沖完之後仲可以出嚟蒸一蒸添。牙膏、牙刷呢啲基本嘢啦，佢呢度都係有嘅，咁啊都幾乾淨啦。換衫嘅時候見到兩隻天鵝嘴對嘴，呢度都幾有情調啊！出到嚟之後呢，呢度都有個水吧區嘅，同埋大家拎啲生果呢過嚟呢度都可以叫佢哋幫你切㗎。雪櫃啊，嘢飲都好多選擇啊！咁同埋呢度啲生果呢，大家都係自己攞嘅，佢分配得非常之唔錯啊，選擇都幾多下嘅，我覺得。咁啊有啲呢就好似話齋，需要嘅話就去水吧區嗰邊叫佢幫你切一切咯。大堂個環境咧都幾好啊，每張梳化咧都有個獨立電視機啊，唔使咧淨係對住個大屏幕啊，唔錯。後排呢個位置望落去都幾獨立啊。大家如果想下其他休閒區嘅話咧，呢度啲休閒設施咧選擇都唔少啊。估唔到呢度都有 PS5 可以打。先做翻個按手先，920妹妹都幾 OK 喎。你係咪00後啊，妹妹？係啊。零幾啊你？06係咩生肖啊？單身嘅啫。係。好熱啊！好熱啊！冇開冷氣啊嘛呢度。大家咧如果中意傾偈咧同埋搞笑啲嘅咧就可以揾佢啦。因為我見你而家就好似九陰白骨爪咁樣咧，想捏爆個頭嘅感覺啦已經。邊有啊？講呢啲。你練咗呢個？練爆頭練咗幾耐，妹妹？練咗2年，即係由18歲成年人就開始練九陰白骨爪啦。差唔多。如果中意技術型嘅話咧，亦都可以揾915師傅。師傅，你是什麼號碼？915。你好有御姐的感覺。平常都是很冷淡的嘛。很冷淡嗎？對啊，很高冷的感覺。你這個用那個嗎？用錄聲音嗎？你好像平常拍就是電視劇那種律師的感覺。對。律師啊。好有御姐的感覺。好嗎？哦，我看他應該是。不談。對。手法技術都非常之好，而且個力度啊非常之適中。呢度有2餐自助餐，一餐係晚餐，一餐係宵夜。我哋今次按完就係食宵夜，12點開始。同埋提一提大家，呢邊如果自己嗌外賣嘅話，係要收20蚊服務費㗎。餐廳呢邊啊，感覺都好大啊，不過點解啲台凳呢擺得咁密嘅？大家呢其實啊都可以揾翻啲卡位坐㗎，咁啊呢啲空間呢闊落好多。呢度啊2餐自助餐咧，食完都翻尋味啊！你睇啲菜式幾豐富，呢個鴨啊好食啊呢個，仲有啊蝦都有啊呢個，哇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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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咦仲有啊呢個咧辣味就一般啦，但係呢個類似豆腐嘅，裏面係肉餡嚟噶，好食啊！番茄炒蛋啦，正常水準。咁啊佢仲會有蔬菜啊，同埋啲湯咧俾大家選擇噶。咁啊大家到而家都係仲咁多嘢食俾大家望到，其實都好好啊呢度。如果以自助餐嚟講呢，喺水域嚟講呢，佢都係叫做數一數二噶啦，啲質素同味道，同埋呢選擇都幾豐富下。呢個呢係真係佢嘅優點之一嚟噶。不咗呢啲食啊試完之後呢，真心覺得唔錯啊，水準幾好。另外呢邊都有 KTV 房噶，大家有興趣呢就過嚟呢邊試下啦。